可敬者富爾頓希恩主教曾經講過一句說話，佢話喺美國真正憎恨天主教會嘅人可能連100個都冇，但係憎恨緊佢哋心目中以為係天主教會嗰個群體嘅人就有成數以百萬計咁多。其實呢個情況唔單止係講緊以前嘅美國，擺喺今日嘅互聯網世界、社交平台，甚至係我哋日常生活嘅閒談入面，都係一樣咁真實。天主教嘅信仰經常被誤解，有時係因為資訊傳遞出咗錯，有時甚至係遭到一啲帶有偏見嘅惡意詆毀。無論你係喺荷里活電影入面見到嘅神秘儀式，定係喺網上討論區睇到嘅片段，坊間流傳住好多關於天主教嘅不實說法。呢啲謠傳就好似一陣厚厚嘅煙霧，令到好多想了解真理嘅外人感到非常困惑。最令人感慨嘅係，有陣時連一部分從小喺教會長大嘅天主教徒自己都未必可以清清楚楚咁解釋得返啲道理出嚟，甚至自己都搞到亂晒龍。今日我就想同大家一齊撥開呢陣煙霧，深挖一下關於天主教最常見嘅7個大迷思，逐一釐清教會真正嘅教導係啲咩。如果你依家正處於探索基督宗教嘅階段，或者你一直對天主教有一啲解唔開嘅疑問，希望呢條片可以成為一個好清晰、好紮實嘅起點，俾你有一個客觀嘅基礎去親自判斷天主教究竟教緊啲咩，而唔係淨係聽人哋口入面講嗰個版本。我哋先嚟講下第一個最常見，亦都係最容易引起爭議嘅誤解，就係好多人會話天主教徒崇拜瑪利亞。呢句話大家喺日常生活入面或者喺宗教辯論入面應該不多不少都聽過。當有人問起天主教同基督新教有咩分別嘅時候，好多人第一時間嘅直覺反應就會話天主教徒信聖母咯。但係其實成個問題嘅核心係出喺呢個信字上面。我哋人可以信好多嘢，例如我哋相信科學定律係真確嘅，或者我哋相信某一段歷史事件真係發生過。但係呢種喺理性上嘅認同，同我哋對天主嗰種交託生命嘅信仰完全係兩回事。當一般人講天主教徒信聖母嘅時候，佢哋真正想表達嘅意思其實係指我哋用咗對待耶穌基督、對待神嘅方式去對待瑪利亞。換句話講，即係話我哋將瑪利亞神化咗，將佢當成崇拜嘅對象。但係事實完全唔係咁。喺天主教悠久嘅傳統入面，教會一直都好清楚咁區分開唔同層次嘅敬禮。為咗避免混淆，教會神學入面用咗3個好專業嘅希臘詞語去精準咁表達。第一個詞語叫做 latria， 呢個字係專門指屬於天主嘅崇拜。latria 代表住最高層次嘅欽崇、獻祭同埋完全嘅服從。呢種敬拜係絕對唔可以轉移到任何受造物身上嘅，無論係天使定係聖人都唔可以。第二個詞語叫做 dulia， 呢個係對聖人嘅敬禮，意思係出於尊重佢哋喺世上活出咗傑出嘅信仰榜樣，所以我哋去效法佢哋嘅生命，向佢哋表示敬意。至於第3個詞語就係專門留俾聖母瑪利亞嘅，叫做 hyperdulia。呢個字可以翻譯做超聖敬禮，雖然個名聽落好似好高級，但係佢依然屬於 dulia 嘅範疇，而唔係 latria。我哋對聖母有特別嘅敬禮，唔係因為佢等同天主，亦都唔係因為佢係另一個神，而係因為佢喺救恩歷史入面扮演咗一個獨一無二、冇人可以取代嘅角色。教會稱瑪利亞為天主之母，呢個名銜最初嘅目的唔係要抬高瑪利亞去超越天主。相反，佢係為咗肯定耶穌基督嘅身份。喺教會早期嘅神學爭論入面，如果我哋承認耶穌真係天主，而瑪利亞又真係耶穌喺世上嘅母親，咁邏輯上佢就係天主之母。當我哋向聖母或者聖人求助，請佢哋同我哋一齊祈禱嘅時候，呢種行為喺神學上叫做代禱。呢一點好重要。我哋唔係將聖母當成救主，我哋並冇削弱耶穌作為天人之間唯一中保、唯一救主嘅地位。其實呢樣嘢好容易理解，就好似你喺生活入面遇到困難，你會請你嘅教友、你嘅弟兄姊妹幫你祈禱一樣。我哋相信喺基督嘅奧體入面，地上嘅信徒同埋喺天堂嘅聖人係彼此相連嘅。呢個就係諸聖相通功。最關鍵嘅一點係，任何真正正確嘅聖母敬禮，佢最終嘅目的地一定係帶領人走向基督，而唔係停留在聖母身上。如果你去睇聖經，瑪利亞喺聖經入面留低嘅最後一句話，就係喺迦納婚宴嗰陣對啲僕人講嘅。佢話佢吩咐你哋做啲咩，你哋就去做啦。呢句說話其實已經總結晒天主教對聖母嘅理解。佢從來唔會吸引人去敬拜佢自己，佢永遠都係將一切嘅光榮、所有嘅目光都引導向佢嘅兒子耶穌基督。所以天主教徒會孝敬聖母，會尊重佢，會請佢代禱。但係講到崇拜呢兩個字，絕對只係屬於天主一個。講完聖母，
我哋嚟睇下第二個經常被人誤讀嘅重點，就係關於教宗。好多人以為教宗講乜都係啱嘅，甚至以為天主教徒覺得教宗係一個唔會犯錯嘅神人。呢種誤解其實非常普遍，甚至連一啲對天主教有初步了解嘅人都會搞錯。天主教會確實喺1870年的梵蒂岡第一屆大公會議入面，正式界定咗教宗不能錯誤性呢個順理。但係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個順理絕對唔代表教宗講嘅每一句話都係真理，亦都唔代表佢個人係完美無缺，唔會犯罪嘅。教宗始終都係一個人，佢有佢自己嘅性格，會有佢個人嘅政治觀點，有時會以個人名義發表意見，有時會作出錯誤嘅行政判斷。佢當然亦都會有軟弱嘅時候，同我哋每一個人一樣，佢都係需要去辦告解，需要求天主寬恕嘅罪人。所謂嘅教宗不能錯誤性，其實係一個定義得非常具體，而且受到嚴格限制嘅神學概念。只有當教宗同時滿足咗幾個好嚴苛嘅條件，聖神嘅保障先至會啟動。首先，佢必須係以伯多祿宗座權威，即係拉丁語講嘅 ex cathedra， 正式咁向普世教會作出宣告。其次，內容一定要涉及信仰或者道德嘅核心問題。最後，佢必須係有意圖要約束成個普世教會去遵守呢個教導。喺呢種極其正式、極其罕見嘅情況下，天主教徒相信耶穌基督會履行佢嘅諾言，透過聖神特別嘅保守，令到教會喺關鍵嘅教義上面唔會陷入錯誤，確保信仰嘅火種唔會熄滅。除咗呢種特殊情況之外，教宗平時嘅日常講話，佢去外國訪問嗰陣接受記者採訪嘅答問，甚至係佢喺教會入面推行嘅一啲行政政策，其實都唔享有呢種不能錯誤性嘅保障。事實上，教宗以 ex cathedra 方式作出正式宣告，喺成個教會2000幾年嘅歷史入面，其實只係發生過幾次咁大把。最近嗰一次已經要追溯返去1950年，當時嘅教宗庇護12世正式界定聖母蒙召升天為信條。所以你可以見到，教宗不能錯誤性並唔係一種可以隨時啟動嘅超能力，而係一項極之謹慎、非常罕見，並且係純粹為咗保護教會信仰完整而設嘅恩寵。耶穌基督當年創建教會嘅時候，曾經承諾過陰間嘅門絕唔能夠戰勝佢。所以當教會正式界定真理嘅時候，聖神會確保教會唔會偏離中途傳落嚟嘅正統信仰。呢個制度嘅目的係想等我哋信徒喺面對混亂嘅世代，面對關鍵嘅信仰問題嗰陣，可以有一個客觀、穩定而且可以信賴嘅依據，而唔係隨住教宗個人嘅喜好而轉變。跟住落嚟要講嘅第三個迷思，往往帶有一種道德批判嘅味道，就係話天主教徒拜偶像。呢個指控聽落去好嚴重，但係如果你深究落去，就會發現呢個指控其實係源於一個好基本嘅認知錯誤。天主教由始至終都從來冇教導過人去崇拜雕像，相反，拜偶像呢樣嘢一直都係被教會明確譴責嘅。而係將一個死民咁去拜，而係死民咁去拜，信民咁去拜，入眾恩草 call 共咁去拜，入宗共咁去拜，而係信純咁去拜，而係信純咁去拜，而係信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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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歷史上面其實已經多次澄清過，聖像、雕像本身並唔係敬拜嘅對象，佢哋只係一個媒介，一個指向更高、更真實存在嘅標記。好多反對聖像嘅人，佢哋通常有一個隱含嘅假設，就係覺得只要你對住一件實物祈禱，就等於你崇拜緊嗰樣嘢。但係呢個推論喺邏輯上係站唔住腳嘅。崇拜係一種有意識、主動嘅靈魂選擇，一個人係唔可能喺無意之中去崇拜一件物件嘅。當信徒跪喺聖像前面祈禱，或者向聖像鞠躬獻花嘅時候，佢心中所指向嘅，佢靈魂所溝通嘅對象，絕對唔係嗰啲石膏、木材或者金屬，而係聖像背後所代表嗰位人物。我哋可以諗一個好生活化嘅例子，如果你好掛住你已經過咗身嘅親人，你攞住佢張相嚟錫一下，或者對住張相講兩句說話，絕對唔會有任何一個精神正常嘅人會認為你愛緊嗰張紙。大家都會明白你係愛緊相片入面嗰個人，更何況我哋要分清楚聖像同埋偶像嘅本質區別。所謂嘅偶像係指一件被當作神本身去拜嘅物體，好似聖經出谷記入面，以色列百姓趁住梅瑟上咗山嘅時候，自己做咗隻金牛畜嚟拜，覺得隻金牛就係帶佢哋出埃及嘅神，呢啲就真係偶像。但係好有趣嘅係喺同一本出谷記入面，天主亦都親自吩咐梅瑟喺約櫃嘅贖罪蓋上面製作兩個金嘅革魯賓天使像，
如果所有圖像都係偶像，天主又點會叫人去做天使像呢？呢一點顯示出圖像本身並不等於偶像。我哋對圖像所表達嘅尊敬，最後係會歸於佢所代表嗰個對象。呢個觀點喺公元787年嘅第二屆尼西亞大公會議入面已經被教會清清楚楚咁確認咗。會議指出，對聖像嘅敬禮會轉達俾佢嘅原型。簡單嚟講，當你見到聖母像，你諗起嘅係聖母嘅慈愛；當你見到十字架上嘅耶穌像，你諗起嘅係救主嘅犧牲。聖像就好似一扇窗，等我哋透過可見嘅嘢去瞻仰嗰啲不可見嘅神聖實在。第四個迷思可能係神學爭論入面最激烈嘅一點，就係話天主教徒要靠自己嘅行為去賺取救贖。我哋不時會聽到一啲對比式嘅講法，話基督新教主將恩典稱義，或者因信稱義，話人只要口裏面承認，心入面接受耶穌基督之後，無論做咩都一定會得救。而天主教就被描述成一個靠功德嘅宗教，話你要做好多善事，守好多規矩先至可以得救，就好似返工做嘢賺份糧咁樣。其實真相係點樣呢？好消息係，以上呢兩種極端嘅講法都唔準確，甚至係過分簡化咗對方嘅神學立場。天主教會一直都教導得好清楚，得救絕對係天主白白賜落嚟嘅恩寵。呢份恩寵完全係出於天主嘅慈愛，而唔係因為我哋人有幾出色，做咗幾多好事。救贖係透過耶穌基督嘅生命，佢嘅死亡同埋佢嘅復活先至可以成就到嘅，絕對唔係靠我哋自己嘅努力去換取返嚟。如果救恩係可以用行為賺返嚟嘅話，咁耶穌喺十字架上嘅犧牲就會變得多此一舉，根本就冇必要。不過天主教同時亦都強調，雖然我哋係因為恩寵藉住信德而得救，但係呢個信德唔應該只係停留喺理智上嘅認同或者口頭上嘅承認。真真正正嘅信德係一種真實嘅信靠，係一種全人嘅投身同委身。如果一個人話自己好相信耶穌，但係佢嘅生活完全冇任何轉變，既唔去悔改，又缺乏愛心，對受苦嘅人視若無睹，咁樣嘅信德其實係空洞，係冇生命力嘅。聖經入面嘅雅各伯書講得好鮮明，佢話信德亦都係咁樣，如果冇行為，佢自身就係死嘅。喺天主教嘅神學睇嚟，行為唔係用嚟賺取天堂嘅籌碼，行為係我哋對天主恩寵嘅一種回應同埋合作。當我哋去服務窮人，去寬恕仇人，去遠離罪惡，去活出福音嘅價值，呢啲行為其實係因為聖神已經喺我哋心入面運行緊，我哋只係順住呢份恩寵去結出果實。為咗令大家更容易明白呢個深奧嘅道理，我哋可以試下用一個比喻，想象一下，我哋遇上咗一場好嚴重嘅船難，成個人跌咗入茫茫大海入面，四周圍都係冰冷嘅海水，我哋點樣掙扎都好，都冇辦法靠自己游翻去岸邊。正當我哋就嚟力竭身亡嘅時候，一架救援直升機飛到過嚟，從上面放低咗一條救生梯。呢架直升機嘅出現，呢條梯嘅放下，同我哋本身做過啲咩好事完全冇關。呢個就係恩寵，係白白俾你嘅救命符。但係如果你想脫離呢個必死無疑嘅處境，你就必須要伸出你嘅手，用力去捉住嗰條梯，然後喺救援人員嘅引導之下持續向上爬。如果你中途決定放手，或者你根本唔肯伸出手，咁呢份救恩就冇辦法喺你身上產生作用。所以救恩永遠係由天主主動開始嘅，而我哋人就被邀請用一個活生生有行為表現嘅信德去參與喺呢個救贖嘅過程入面。講到呢度，可能有人會提出第五個質疑：天主教徒係咪唔讀聖經，或者話天主教嘅教導係咪高過聖經？呢個誤解亦都係好根深蒂固。或許喺現實生活入面，你真係遇過一啲唔係好熟悉聖經嘅天主教徒，但係對於一個真正認真參與教會生活、明白教會傳統嘅信徒嚟講，呢個指控係完全唔成立嘅。如果你去參加一場完整嘅天主教彌撒，你會發現讀經嘅部分佔咗好重嘅比例。每一場彌撒嘅讀經都包括咗舊約、新約、書信、聖詠同埋福音。雖然彌撒係以聖體聖事為中心，但係前半部分嘅聖道禮儀其實就係圍繞住天主嘅聖言同埋講道展開嘅。為咗等信徒可以全面咁認識聖經，教會仲設計咗一套橫跨3年嘅讀經循環系統。只要你每個星期日都準時去參與彌撒，喺呢3年入面，你基本上已經聽勻晒聖經入面絕大部分最重要、最核心嘅內容。如果天主教真係唔想人讀聖經，教會又何必花咁多心思去設計一個咁密集、咁有系統嘅讀經安排呢？再者，喺靈修傳統上面，天主教一直都推廣緊各種以聖經為核心嘅修煉方法，
例如有一種好古老嘅方法叫做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佢教導信徒透過反覆嘅閱讀、默想、祈禱同埋沉思，去深入咁領會天主喺聖經入面對我哋講嘅說話。天主教嘅教理好清晰咁指出，教會時常尊重聖經，就好似尊重主嘅聖體一樣。聖經係教會生活嘅靈魂，佢源源不絕咁為信友提供生命嘅能量。以前有一位教宗良13世，佢亦都曾經強調過，教會從來都冇疏忽過採取適當嘅措施，務求令到佢嘅仔女可以接觸到聖經。因為教會嘅其中一個重要職責，就係要監護同埋榮耀天主嘅聖言。我哋仲要睇返歷史嘅事實，聖經嘅正典，即係邊卷書可以入選聖經，本身其實就係由初期教會喺聖神嘅引導之下，經過長時間嘅辨認同埋整理，先至確定落嚟嘅。早喺第4世紀嘅時候，教會已經先後喺羅馬同埋迦太基嘅會議上面確認咗新舊約嘅書卷清單。喺基督新教出現之前嘅嗰1000幾年入面，教會嘅修士同埋學者一直喺修院入面辛苦咁抄寫聖經、翻譯聖經，將聖經由希伯來文同希臘文翻譯成拉丁文，例如聖熱羅尼莫嘅版本，亦都翻譯成唔同嘅地方語言，務求令聖經可以喺禮儀同埋講道入面不斷被宣讀。對天主教嚟講，聖經從來都唔係被束之高閣嘅古董，佢係活生生咁存在喺禮儀、存在喺個人祈禱同埋成個教會嘅集體生命中央。我哋相信聖經係天主所默感嘅，但同時我哋亦都相信聖經需要喺教會嘅聖傳同埋訓導權之下被正確咁詮釋，咁樣先至可以確保信仰唔會被碎片化或者被個人主觀嘅意思扭曲。跟住落嚟要講嘅第6個迷思，喺現代社會特別容易引起討論，就係關於科學。好多人受一啲舊式教科書或者流行文化嘅影響，以為天主教係反科學嘅，甚至覺得科學同信仰係水火不容。但係歷史嘅真實情況往往會令呢啲人感到大吃一驚。事實上，天主教會喺歷史上面長期都係科學發展嘅強大後盾，亦都造就咗好多極之重要嘅科學發現。教會嘅基本立場係信仰同埋理性絕對唔係敵人，相反佢哋係相輔相成嘅。聖若望保祿2世教宗曾經講過，信仰同埋理性就好似一對翼咁，帶領人類嘅精神上升，去瞻仰真理，因為真理只有一個。無論你係透過觀察大自然發現嘅科學真理，定係透過天主啟示得到嘅信仰真理，佢哋嘅源頭都係同一個天主。所以如果一門科學嘅研究係依照正確嘅科學方法，遵守倫理準則咁去進行，佢絕對唔會同信仰產生真正嘅矛盾。簡單啲嚟講，科學回答嘅係呢個世界係點樣運作嘅，例如物理定律係點樣，生物點樣演化；而信仰回答嘅係我哋點解會存在，以及生命嘅終極意義係咩。當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嘅時候，佢哋其實係緊探索緊天主創造出嚟嘅秩序。好多歷史上著名嘅科學奠基者，佢哋本身唔單止係天主教徒，有啲甚至係神職人員。例如提出日心說改變咗我哋對宇宙睇法嘅哥白尼，佢其實係一位教會嘅法律師，被譽為現代遺傳學之父嘅孟德爾。佢嘅身份係奧斯定會嘅修士，佢係喺修院嘅花園入面透過種豌豆發現咗遺傳規律嘅。仲有最震撼嘅一個例子就係首先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論嘅勒梅特，佢竟然係一位比利時嘅天主教神父。呢啲例子已經好有說力咁話俾我哋聽，科學研究同天主教信仰之間不但之冇衝突，反而可以融合得好好。今日嘅梵蒂岡依然設有天文台，亦都經常舉辦關於生物科技、人工智慧等前沿科學嘅國際研討會。天主教唔單止唔反科學，仲會鼓勵人認真去研究呢個咁奇妙嘅世界，同時亦都發揮住道德守門員嘅角色，關心科技嘅發展應該點樣去服務人類嘅尊嚴，而唔係變成傷害人類嘅工具。最後一個要釐清嘅迷思，亦都係最容易引起排外感覺嘅一點，就係話天主教覺得只有天主教徒先至可以得救。天主教入面確實有一句好古老、好出名嘅拉丁信理，叫做 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 翻譯過嚟即係教會之外沒有救恩。好多人一聽落去就會覺得天主教好霸道、好排外，但係如果你深入去睇教會對呢句話嘅解釋，你會發現佢嘅意思並唔係想象中咁狹隘。教會好清晰咁教導耶穌基督係人類唯一嘅救主，而佢親手建立咗天主教會，作為救恩流向世界嘅正常圓滿嘅途徑。所有得救所需要嘅恩寵、真理同埋聖事，都完完整整咁存在喺呢個制度之內。但與此同時，教會亦都好謙卑咁承認，天主嘅慈悲係無限嘅，
天主並唔係被佢自己設立嘅聖事所束縛。喺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嘅文件入面提到，如果有人並唔係因為佢自己嘅過錯，而係因為環境、歷史、教育等因素，令佢唔認識耶穌基督或者唔認識天主教會，但係佢依然真誠咁尋求真理，並且按照佢嘅良心努力去實行佢所認識到嘅天主旨意，咁樣嘅人亦都係有可能因為天主嗰種我哋未必完全明白嘅隱密恩寵而得到救贖。呢一點絕對唔代表所有宗教都係一樣咁好，或者信乜都冇所謂。教會始終堅持基督係唯一嘅中保，真理始終有佢嘅客觀性。天主教教理指出，雖然天主有佢自己知道嘅方法去引導嗰啲非因己罪而唔認識福音嘅人，但係作為教會嘅成員，向普世宣講福音依然係一個唔可以推卸嘅使命。我哋承認教會之外沒有救恩，重點唔係要去排斥人，唔係要判人落地獄，而係因為我哋深信基督先至係救恩嘅源頭。就好似如果你發現咗一個可以治癒絕症嘅良方，你自然會希望全世界嘅人都知道，都接受呢份藥方。我哋邀請所有人進入教會，係因為想大家可以分享到嗰份最圓滿、最清晰嘅真理，同埋嗰份喺聖事入面同基督共融嘅喜樂，而相信天主會喺一啲特殊情況下施恩俾唔認識佢嘅人。其實正正係對天主大慈大悲嘅一種肯定，而唔係對真理嘅妥協。總結嚟講，誤會往往會製造出好深嘅距離，但係深入嘅洞悉同埋了解就可以建立起溝通嘅橋樑。天主教信仰絕對唔係一套冷冰冰嘅規條，亦都唔係一堆過時嘅傳統。喺呢啲看似複雜嘅教理背後，其實係一場與耶穌基督活生生嘅相遇。如果你對天主教仲有好多疑問，甚至仲係覺得有啲地方好難接受，我非常鼓勵你繼續去探索、去發問、去學習，唔好淨係睇網上嗰啲碎片化嘅資訊，試下去翻開一本正式嘅天主教教理，或者去同一啲有信仰經驗嘅人展開一場真誠嘅對話，或者你會慢慢發現喺呢啲坊間流傳嘅迷思背後，其實隱藏住一份非常深厚、非常美麗，而且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信仰寶藏。我亦都好希望，無論你本身係唔認識天主教嘅朋友，定係來自其他基督宗派嘅弟兄姊妹，都可以透過今日嘅分享，撇除一啲不必要嘅偏見。當我哋可以撇除呢啲誤解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更加真實咁去了解教會嗰份悠久嘅歷史、博大精深嘅神學，從而令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喺追求真理嘅路上面更加親近基督，亦都更加親近我哋身邊嘅每一位弟兄姊妹。多謝大家今日嘅耐心收看，希望呢啲分享對你有所啟發。我哋下一集再見。